有关交通的消息，咱来看，伫咧国内无照驾驶造成伤亡的人数是食酒赛车的5倍至6倍。最近这3年无照驾驶妨裁罚的人数有到18万至20万人，累犯的占2/3，而且还佫有增加的趋势。立法院法制局建议讲，应该爱甲无照驾驶累犯的改判短期自由刑。赛车过路口无停落来，弄到3个小车底啊！中华老先生被发现是无照赛车。金门警方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，车并落山坎，驾驶受困车内无喘气心跳，也救无倒来。赛车人也还未18岁。一辆自小客车撞到路灯，翻落那个边坡。无论是自动车祸，还是致人死伤，无照驾驶状况真济，引起的交通事故每年差不多5万件，平均每年造成600多人死亡，6万多人受伤，甚至是酒后赛车5到6倍。立法院法制局建议对累犯爱负短期自由刑。可是他之前都没犯过事情，那你去关他，我觉得有点好像太严重。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就是惯犯，他们真的不会改，所以我还蛮支持这样的一个改革。无照驾驶被抓到，在罚金数加悬。2021年有18万多，2022年超过20万人，2023年也有20多万人，累犯度占2/3，人数每年提悬。尤其青少年甲年岁较大的问题真严重，除非是有人伤亡，若无即卖规定就行正法。道交条例目前是针对行政法的部分，会来处6000元到24000元的罚款。那如果说有5年内违反第2次以上的累犯情况的话，则是直接罚24000元。美国等国家无照驾驶刑法，立宪法制局建议国内也对咧做各建议可行性，只是对这种累犯爱安怎做，应有效协助，也引起各界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